宝贝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是上帝的宝贝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。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，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，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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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生儿女，生儿女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